刑事局伫今年初接到台电的报案，讲清水5车有徛假用电异常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讲有4个嫌犯偷接电线偷电，其中一个姓王的查甫人伫厝里有真侪台电脑，在进行虚拟货币挖矿，偷电的金额是有上百万。另外3个人是偷安装电动车的充电设备，偷电的金额有60多万，已经甲这4个人拢上班。 警方会同台电人员来到台中海线一搭人家厝检查，发现线路已经互人偷改过，另外一间人家厝嘛有互人偷接电。原来这2间人家厝拢去互姓王的嫌犯等4个人偷接电不法使用。刑事局警方伫咧今年2月初接到台电人员的报案，因为寻找时阵发现到台中清水甲5车这2间人家厝用电有问题。 警方伫咧6月发动搜索，发现到姓王的嫌犯找水电师傅伫这2间厝偷接电，分别牵去操作虚拟货币，也搁有互电动车来充电。私接电线绕过台电电表，建置虚拟货币矿场。 台电的人员表示，嫌犯是将主线分接闪过台电的送电电表，因为操作虚拟货币机台爱24小时运作，正了电，才会互人发现到用电无正常。经过统计，这2搭互人偷接电的人家厝，拢总了电了超过15万度，计共160多万块。而且要安装电动车的充电条，嘛应该要经过申请的程序。申请电动车充电桩的话，请务必委托合格的电器承装业者向台电申请用电。那承装业者的部分呢，会根据内线的部分进行线径还有开关的检讨。 台电表示，偷接电较高的小拍电，嘛会影响到周边的用电，会依法来向嫌犯讨赔偿。警方嘛依照窃盗、诈欺等等的罪嫌，将姓王的嫌犯这4个人移送台中检方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